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星宇航空有一架班机为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要来飞台北，昨暝6:05起飞了后，发现液压的系统无正常，就搁坐翻头飞转去吉隆坡来做检查。无人机顶有乘客讲，当时一个降落，就看到规排的消防车待命，互伊真紧张。星宇航空是来回应讲，因马上就调派着飞机到吉隆坡，甲旅客接转来。伫早起的8:45已经转来到台湾了。旅客伫吉隆坡机场架毯仔伫困，昨有民众要为吉隆坡坐星宇航空转来台湾，想要到无人机煞有问题。一直有一种很奇怪的声音，就是异常的声音，是不是巨响啊？就是一个好像有一个东西收不起来的那种声音。一直响了差不多快要2-3分钟。这台客机为吉隆坡的机场倒起飞无偌久，就伫空中射13年。星宇航空的班机本来伫昨晚暗6:05要起飞，要为吉隆坡飞到台北，结果航行的过程中，因为油压系统有问题，航机又搁飞转去吉隆坡进行机务检查。最后有跟我们说要把我们所有的手机要关机，然后下来的时候其实有一整排的消防车在一整排在那边，所以他们好像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了。想到还有惊，加在179个人客拢平安。针对这点，星宇航空有回信咧，并且表示讲，随调派无人机为台北飞到吉隆坡接回人客，最后伫今日早起8:45到台湾，耽误超过10点钟。是讲前技术表示讲，毋捌听过要求人客将手机关掉的标准作业流程，伫空中是安怎射13年，主要是要将这油甲用掉。在最低的燃油状况下，如果你落地产生以上的那些危险的时候，它发生这个爆炸或者是起火燃烧的情况，就会稍微的比如果你有满油的状况来讲会好很多。这摆班机问题出伫油压系统，前技术表示讲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起落架运作。若是无都收起来食，都要赶紧换头。若是需要紧急的降落，风险搁较大。另外，嘛有可能影响到刹车系统，万一若失控，恐惊会冲出跑道。虽然这摆航班有顺利降落，不过已经互这人客惊甲流清汗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